为台中带来人潮，但是短期结束了后，恢复的空间要安怎活化再利用，创造更较多经济效益呢？台北市较早的中山脚球场，2007年封场行入历史，2010年变成做台北恢复公园的圆山园区，吸引800多万人去参观。活动结束了后，这个空间嘛随着城市的变迁有新的角色。目前园区2000多平的老地板的空间，已经变作台北市的新创基地。唔但有培养台湾本土品牌的时尚中心，阁有创客上爱的自造实验室。另外，废弃的球场的看台，嘛将做器材共生的天空农场。乡亲老喜困，不妨亲身去行一转来做体验。各国的国旗进场。1989年，中山脚球场正式启用，这是台北市头一座标准的脚球场。经过18年，一场一场国内外比赛、歌迷热情、话剧的演唱会，还有大大小小政治集会，拢是老台北人集体记忆。2007年，脚球场风场进行改装，从此行入历史。欢迎光临花博。2010年变成恢复经验馆，捌创下超过896万人次的参观纪录。恢复结束人潮散去了后，恢复公园圆山园区重新出发，再次展现新面貌。半露天用餐区，民众直接享受美食。恢复结束以后，园区的角落变成复合式创意的市集，结合美食、艺术加文创，变成台北市亲子同游、观光客来雕成的热门景点。花博没有之后就放在这边，好像有点可惜啊！没想到竟然看有那么多吃的东西啊，后面有卖一些奇奇怪怪的，我觉得不错。这个地方就是场地很大，然后就蛮适合遛小孩的，然后也有一些吃喝玩乐的东西啊，然后有一些室内空间，所以也可以防一下雨，觉得还不错，这样蛮适合亲子来游玩的一个休闲空间。吃喝玩乐都有。那大概多久会想要来这里？每个假日。外国美食是特色，蚵仔是招牌。都开始是为火龟小食鸡来起家，2018年4月份才转到店面。35岁底年，较早住伫英国10多年，转来台湾了开店，无选伫都市闹区，颠倒爱伫恢复的市集内底。我会反方向思考，是会说，可能会不会就是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花博这边有一些不错的东西，所以就是变成说有更多的可能性，有更多的 potential 可以去试着去尝试去做，然后可以就变成下一个你说可能什么西门町还东区什么，还蛮悠闲的，而且就是外面都看到绿地啊这样子，然后食物也好吃。外面就是都市啊，就是灯啊，没有东西可以看，然后都挤在很拥挤，然后这边就是很宽广、很舒服的感觉。31岁服装设计师郭伟，2012年创业以后，捌伫其他所在设立工作室，最后选择伫恢复圆山园区店内不时举办小型的展览，吸引真侪时间的观光客群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加分的原因就是它吸引的客群面向广，大部分的独立品牌可能都渴望在国外有比较健全或是完整的发展。今天有一个观光园区是能够让你直接接触到外国的客群，而且是可能1线的散客，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好 ，OK Go。有通食，有通饮，有通耍。经营团队整合3间平空间，目前已经有21间小食店、9间餐厅、10来间的商店，以及20个市集的品牌，甚至还有一个音乐展演的空间。今年营业额超过2亿5千万。这个地方当初闲置空间是算是蛮多室内空间的，而且它也算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区块，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做这个比较异国风的这个感觉的一个市集。有别于就是现在目前在台湾夜市啊，或是一般的购物中心，或是百货公司类型的另外一个让这个市民有不同选择的一个区块。阿姨好，有鱼干椒，欢迎品尝看看。
全台湾各县市的在地小农面对面产地直销真日特色的食材，伫另外一边的恢复农民市集新鲜去卖。2012年试营运到即马，平均每一礼拜拢有110到120担，一日到周末人是有够济。一楼的广场在周末的时候有贩卖农作物的假日市集。至于这个楼梯走上来，在2楼的这个空间是推广绿屋顶的区域。 原来脚球场2楼露天的走廊，一片绿意摆有到一盆栽，充分利用当作历史顶作品展示区。另外，还有一间青地类食物的专卖店，除了卖一寡真细型的景观盆栽，还会不定时开课。就是给我们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租金的部分，所以其实这里也是一个我选择来这边的一个非常棒的地方，让我可以充分发挥，不用担心说租金太高的一个问题。这个是真正在2楼的，等于说真正的屋顶的实际的展示给人家看。那其他的地方也许租金会比较高，而且人潮也没那么多，所以说在这边我们认为说，厂商都很乐意在这边的然后展示。 恢复分过前身是中山脚球场，伫上山机场的航道下面。这无人机起降的声音是种影响比赛。2019年，台北市政府决定重新装潢活化使用，将球场中起一个经验馆，恢复结束以后，才阁转型为展场馆。2015年，市政府不再编列预算，交由台北市会展产业发展基金会去经营自负盈亏。 即马圆山新创聚落每一年超过480万人次去参观，举办包括电竞、动漫等的活动，平均一年超过230档。可惜球场的看台拢一直无伫利用，一直到2017年，总算有发挥的空间。 这里原本是足球场的看台区，如今已经成为一片菜园。业者就是利用周围的高低阶地形，栽种水根植物，没有喷农药，也没有那么肥料。 就让它自然慢慢生长，所以可以现在现吃吗？可以啊，我们这些菜非常的清干净，你看翠绿。二楼推搭架啊，利用器材共性系统种价价的青菜，占地300平以上，才有66座，正是座是全国上较大的厝顶天空农场。我们这里把水，就是把我们的养分打到最上面之后，阶梯式像梯田的概念一样，一阶一阶一阶往下流，流到后面的时候满了，再马达打上去，非常省电。接下来就是把太阳能板位置找到，这个农场就可以做到，这非常节能。 看台区可以当做屋顶来种菜，至于以前的楼梯出入口，现在也做了充分的空间利用，现在是蚯蚓养殖区。 利用地形优势维持正实做的水流，几百平农场电费一个月干那3-5千块尔。除了空间的活化，佮利用园区美食市集叶喷来饲这稻滚，提供器材共生所需的加速养分，成功打造绿色循环农场。如果一般的人要在台北市买一块农地，不可能，所以我们就提一个计划，把这个废墟，这个没有用到的地方。 可以搞一个台北市的鱼菜共生的精致园区，这是我们的梦想。另外一块看台区上面设置的是智慧型 LED 灯，上面写着 Smart City 台北，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台北。而楼下就是一处台北时尚新创中心。 较早中山脚球场的球员休息室甲办公室变成流行中心，2018年4月份正式营运。甲一般的百货卖场无共款，这毋是卖衫。270平空间，除了当作设计师的工作甲展示区，过时常举办讲座甲发表会，打造成为流行的新创基地，培养更加侪新的本土品牌。这边其实还有提供一些优惠啊，然后我觉得对新品牌来说是可以负担得起的。 对，因为跟外面的地点或是商场来比的话，这边对新的设计师还有一些优惠，然后可以真的帮助到。他们就是会准备蛮多专家来这边，就是给一些课程。对，那这部分就是如果是自己单打独斗的话，会比较少机会接触到这样。然后就是也可以认识就更多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设计师这样。那因为这边有不同的品牌结合，像是衣服啊、包包，都是一些台湾设计师品牌，所以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合作跟发展的机会。那其实就是讲简单一点，就是团结力量大。其实当我们集合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出来更多不一样的创意啊，或是不一样的合作方式，我觉得还不错。 室内空间规划成创新创意基地，在圆山园区就有5个，除了时尚中心，还有这里台北自
自造实验室提供创客一个发挥的空间。工作区的机器会员拢随时在使用。来台湾读大学的香港学生杜天宝是实验室的成员，伊的艺术作品都是伫遮一点一滴打造出来。香港那边有所谓的 Makerbase， 然后台北这边也有，可是香港那边就并没有 Fab Lab， 对。然后像这个 Fab Lab 的它的那个优惠是比一般的那个 Makerspace 好很多，这样对于学生或者是想做个 prototype 来创业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一台镭射雕刻机也是电脑数控的写床，上少的60-70万。另外，还有立体印表机、切割工作台等等。76平自助实验室提供创客空间加设备，佮定期办各种的课程。对，有交流。然后可能今天我会的东西我跟你分享，可是你会的东西我又不一定会啊。然后我问你，你又教了我，然后那一天就学了很多东西。那这种情况，譬如在学校很难给得到。新一波工业革命自助者时代，人人都使亲手做物件，伫这机台变成台湾创客育成推广的大本营。最新调查发现，全台湾营的建筑物有几百位，总金额有221亿。花圃公园、圆山园区嘛，捌被当作是网仔馆，甚至是治安死巷。因为经过重整再造，提供出租优惠，成功打造成为新创产业基地。今麦已经有超过150组国内外营运团队入来。带动周边20亿的商机，变成因空间外怀成功典范。